诗篇第2卷，42篇到72篇。第42篇，考拉后代教士的诗交予圣乐长。上帝啊，我的心迫切羡慕你，亲像鹿迫切羡慕溪水。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，永活的上帝。我什么时会当到上帝面前去朝见？我明日用目屎准饭吞。我会对你一直问我，你的上帝伫倒位？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，用欢喜称赞的声大家守座。我对念这代志，心非常悲伤。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是安怎伫我内面害惨？着仰望上帝，我犹豫要称赞伊，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，我的上帝。我的心伫我内面郁卒，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、赫文、米撒的山少念你。你的瀑布出声，深渊甲深渊相呼应。你的波浪，你的大涌淹没我。日是上主施落伊的慈爱，暝是伊予我唱歌，对赐我活命的上帝祈求。我要对上帝，我的石盘讲：你是安怎袂记得我？我是安怎因为对敌的压迫、悲伤行来行去？我的对敌欺负我，拍碎我的骨头，因一直问我：你的上帝伫倒位？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是安怎伫我内面害惨？着仰望上帝，我犹豫要称赞伊，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，我的上帝。